快尝尝我新做的给卵糕还有饼哎！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吃什么？哎呦，彤彤姐姐是在说吃点心嘛？没错没错，吃点心就是吃点心。我准备了给卵糕、蛋糕，还有饼哎饼干。哇！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好好吃啊！那我就先开动了。来，好香啊！阿婆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怕吃了明天站在体重机上又会多了几公斤。哎呦，不会啦，你平常不是都有在运动吗？没有那么快啦。对呀，就是说嘛，就算你变成大胖子奶奶，我还是觉得你很漂亮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也要开动哦。好，好香啊！给卵糕冻好吃，给卵糕冻好吃，蛋糕好好吃。吃点心，吃点心了。彤彤姐姐准备什么点心呢？今天准备的点心是给卵糕、蛋糕。彤彤姐姐做的给卵糕冻好吃，我最喜欢吃了。那我们一起来吃吧。哇！给卵糕冻好吃。给卵糕冻好吃，蛋糕好好吃。给卵糕冻好吃，蛋糕好好吃。给卵糕冻好吃，都学会了，很厉害哦！哈克乌拉拉，下次见。张来亮。